屬虎嘅朋友咧，今年咧就屬於犯太歲嘅生肖之一喎。咁今年屬虎嘅你咧叫做沖太歲喎，沖就代表有變化啦，所以今年屬虎嘅你咧特別容易有變動嘅喎。尤其喺事業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因為今年有呢個所謂嘅浮沉啦，同埋欄杆星嘅干擾嘅，所以今年屬虎嘅你咧特別容易有一個人事不和嘅事情發生嘅喎。假如係想轉工或者想創業嘅屬虎嘅你嘅話咧，今年咧就冇考慮啦，都係安安定定、穩穩陣陣比較好啲嘅。咁至於財運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咁今年屬虎嘅你咧，因為財運咧就比較先唔好啦，因為沖太歲啦嘛，咁一般上就比較容易財來財去嘅。咁尤其要注意個大耗星嘅出現啦，即係代表今年容易花費嘅。但係如果喺花費方面咧，係用喺自己嘅結婚啊或者搬屋嚟講嘅話咧，都可能係屬於破解咗嘅。咁當然屬虎嘅你咧，亦都不如氣餒嘅喎，因為今年咧有一個驛馬星嘅出現嘅。所以屬虎嘅你咧，尤其係做生意喺海外出面做生意嘅話咧，或者係時不時要出外做工或者係過埠嘅人嚟講嘅話咧，咁你係屬虎當中咧運程比較好啲嘅喎，所以咧容易咧賺我一個外來嘅錢嘅。咁至於喺愛情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屬虎嘅朋友因為沖太歲啦嘛，代表又有變化，所以今年咧容易有結婚啦、生 BB 嘅事情發生嘅喎。但係咧，對於已經有咗伴侶或者結咗婚嘅屬虎嘅你嘅話咧，如果咁啱咧，你嘅身旁嘅呢個屬虎嘅朋友係屬於向外出邊走嘅話咧，咁因為今年嘅驛馬星嘅出現啦，代表容易咧就因為出外旅行咧，就彼此嘅關係咧就比較疏遠咧，而容易發生爭執嘅喎，所以喺呢方面要特別嘅注意嘅咯喎。咁喺健康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屬虎嘅你咧，因為有血印星嘅出現啦，仲有血光之災嘅。咁一般上咧，沖太歲講起嚟講嘅話咧，特別要注意自己嘅揸車啦，同埋交通嘅安全嘅，所以一定要注意呢個交通安全嘅措施咯喎。咁你建議咧，屬虎嘅你咧，如果要穩定自己嘅財運嚟講嘅話咧，就不如喺呢個西南方咧，就放一個泥種嘅紅色植物啦，同時亦都喺南方咧放一個所謂嘅流水嘅飾物咧，可以穩定自己嘅財運嘅。咁屬兔嘅朋友咧，舊年咧就太歲相合啦，咁嚟到今年屬猴咧就屬於太歲暗合嘅喎，所以今年屬兔你嘅咧運程都相當之唔錯嘅。咁今年咧屬兔嘅朋友咧有一個子命同埋龍德啦，就係兩個非常之強而有力嘅貴人星嘅，所以喺事業方面嚟講嘅話咧，無論係打工咧或者係做生意嘅屬兔嘅你嘅話咧，今年咧非常之倉旺喎，可以考慮咧進行一啲你從來冇諗過想做嘅嘢咧，咁可能成機會機會率咧比較高啲嘅喎。咁至於財運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因為今年有貴人星嘅出現啦，所以特別咧就容易財運亨通嘅。貴人咧會俾你一啲意想不到嘅一個意外嘅收穫啦，或者俾啲 tips 你嘅。所以無論喺正財或者橫財方面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屬兔嘅你咧都非常之唔錯嘅。至於喺感情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屬兔嘅朋友咧，因為今年有貴人星嘅照耀啦，所以今年咧容易有一個異性嘅出現嘅喎。尤其係未結婚嘅你嚟講嘅話，或者係未有拍拖嘅話咧，咁今年咧人緣咧非常之好嘅，特別容易有一個朋友嘅出現咧。咁當然感情生活方面咧係比較多姿多彩嘅。咁至於結咗婚同埋已經有咗伴侶嘅屬兔嘅你嘅話咧，今年咧只要多啲咧與對方咧溝通咧，一切咧都會非常之如魚得水嘅喎。喺健康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咁你屬兔嘅你咧，一切都相當之平順嘅。只要咧多啲注意自己嘅飲食啦，同埋多啲休息嚟講嘅話咧，咁你屬兔嘅你咧健康都相當之唔錯嘅喎。咁今年屬兔嘅朋友咧，咁不妨咧就喺個西北方嘅位置咧，就放一個所謂嘅紅色嘅飾物啦，可以化解個是非星啦，亦都可以同時喺個西方嘅位置咧放一個水樣嘅富貴竹咧，就可以穩定自己嘅情緒嘅喎。屬龍嘅朋友咧，今日屬於太歲相合嘅一年嘅，咁當然相合就代表容易有人緣啦。但好可惜嘅屬龍嘅你咧，今年得一個華蓋星嘅出現嘅，所以今年咧都係要靠自己嘅個人力量咧去解決問題嘅喎。喺事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屬龍嘅你咧今年特別容易有個小人是非嘅，記得咯，千祈要處事低調啦，千祈冇多管閒事嘅。咁當然，如果你本身係屬於從事創作嘅話咧，或者要用頭腦思想嘅話咧，咁今年屬龍嘅你咧就屬於比較好嘅啦，因為今年嘅頭腦特別清晰嘅，非常之有利於呢個創作嘅喎。咁至於財運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屬龍嘅你咧，今年財運咧就比較麻麻啦，因為今年咧有啲貴人咧，所謂嘅貴人係俾你啲假消息嘅，所以今年咧無論喺正財或者係橫財投資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千祈就唔好要貪心啦，要靠自己嘅個人力量啦，多啲做呢個功課啦，分析咧就可以做出一個正確嘅投資嘅喎。至
至於喺愛情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屬龍嘅朋友咧，因為今年與太歲相合啦，所以咧，如果係對於未有伴侶嘅朋友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屬龍嘅你咧，特別容易有人緣嘅喎，容易識到異性朋友嘅。但係結咗婚咧，同埋有伴侶嘅屬龍嘅你嘅話咧，就要注意伴侶之間嘅關係啦喎，因為今年有一個黃番星嘅出現啦，代表夫妻之間咧或者係伴侶之間咧感情容易不和睦嘅，所以一定要注意彼此之間嘅關係嘅咯喎。至於健康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屬龍嘅朋友咧，今年因為有大煞星嘅出現啦，即係代表容易有血光之災嘅，尤其要注意自己嘅身體嘅健康啦，因為今年咧容易咧有呢個傳染病嘅發生啦，咁抵抗力就比較差啲嘅，所以一定要注意多啲飲食啦，同埋多啲休息嘅喎。咁啊，奉勸咧屬龍嘅朋友咧，今年咧不妨喺個東北方咧同埋中宮嘅位置咧，嗰個金屬嘅紋份咧，就化解呢個所謂嘅病符星啦，同時都要避免咧去醫院探病啦，或者係白事嚟削減自己嘅運勢。屬蛇嘅朋友咧，今年係屬於與太歲迎合嘅一年嘅。合即係代表人緣非常之好啦，因為今年係你嘅六合年嚟嘅。咁至於刑嘅意思咧，就今年因為有太歲相合同埋相刑啦，即係代表有小人是非嘅事情發生嘅。但好彩嘅就係因為屬蛇嘅你咧，今年命宮中咧有好多吉星啊，有福德啦、天德啦、福星啦，所以今年咧特別容易福星高照嘅，凡事都容易可以解決嘅。咁至於事業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屬蛇嘅你咧，因為有呢個福德星、天德星嘅幫助啦，所以貴人咧相當之唔錯嘅。尤其係打工嘅你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容易有升職加薪嘅機會嘅。咁屬蛇嘅你咧，喺財運方面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咧相當之亨通嘅，因為本身咧有呢個所謂嘅玉堂啦，即係金玉滿堂嘅，所以今年屬蛇嘅你咧，無論喺正財或者橫財方面嚟講嘅話咧，收穫都相當之唔錯嘅。但可惜因為有一個劫煞星嘅出現啦，即係代表容易有呢個所謂嘅劫煞嘅事情發生啦，所以千祈就唔好借錢貼朋友，同時要小心咧保管自己嘅財物喎。喺愛情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屬蛇嘅朋友咧，尤其係單身嘅女性屬蛇嘅你嘅話咧，今年人緣相當之唔錯嘅，容易得到異性朋友嘅幫助嘅。但係至於有咗伴侶或者結咗婚嘅屬蛇嘅你嘅話咧，今年因為有卷石星嘅出現啦，即係代表容易有爭執嘅，所以夫妻之間或者伴侶之間咧特別多拗撬嘅。喺健康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屬蛇嘅你咧，今年咧精神比較緊張啲嘅，可能工作壓力太大啦，所以建議屬蛇嘅你咧，不妨咧就多啲做運動啦，可以舒解自己嘅壓力嘅。從此之外咧，屬蛇嘅你咧，亦都要注意屋企家人嘅身體健康嘅，因為今年有呢個披麻星嘅出現啦，容易有白事嘅事情嘅，所以如果咧家人嘅身體健康稍有不適嚟講嘅話，即刻要帶你睇醫生㗎。咁啊，奉勸咧屬蛇嘅你咧，不妨睇個東南方啦，就可以放一個所謂嘅水種嘅一啲飾物啦，或者係一啲所謂嘅金屬嘅物品咧，可以幫助催旺自己嘅人緣。屬馬嘅朋友咧，今年咧雖然冇同太歲咧有咩刑沖破害嘅，但因為今年命宮中咧一粒吉星都冇嘅，所以今年嘅運勢咧亦都唔係相當之倉皇嘅。咁喺事業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屬馬嘅朋友咧特別要注意啦，今年咧就宜守不宜攻嘅，千祈咧就唔好做太大嘅變化或者任何嘅突破啦。要注意一個坤玉星嘅出現啦，因為今年屬馬你咧特別容易有一個是非官非嘅事情發生嘅，所以特別要謹慎啲咯。至於喺財運方面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屬馬嘅你咧，因為有一個天狗星嘅出現啦，天狗就代表容易花費嘅，尤其要注意自己嘅 credit card 嘅使用啊，千祈唔好過度嘅花費咧，會可能會入不敷出嘅。喺愛情方面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屬馬你咧就唔好抱太大嘅希望啦，因為今年咧命宮中就冇桃花星嘅出現嘅，所以咧單身嘅你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可能就要食白果噶啦。只有伴侶嘅屬馬嘅朋友嚟講嘅話咧，今年亦都要注意夫妻之間或者伴侶之間嘅關係嘅喎，容易發生爭執㗎。喺健康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因為有個災煞星嘅出現啦，即係代表容易有多災多難嘅，再加上呢個天狗星啦，代表突發嘅意外發生㗎，所以今年屬馬你咧，無論係出外旅行咧，或者係揸車嚟講嘅話咧，都要特別謹慎啲嘅喎。咁啊，奉勸咧屬馬嘅你咧，就不妨喺今年嘅農曆嘅5月份啦，同埋農曆嘅11月份咧，就洗牙捐血嘅，同時亦都要注意喺個東北方、西南方、南方同埋中宮位置咧，就千祈唔好動土嘅話咧，因為舊年犯太歲啦，所以嚟到新嘅一年咧，即係後年咧，運程咧就唔會即刻好轉嘅。但好彩嘅就係因為今年屬羊嘅你咧，有一個紅鸞桃花嘅出現啦，所以今年咧人緣咧相當之倉皇嘅。尤其喺事業方面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咧容易有貴人嘅相助啦，特別係打工嘅你啊，今年有一個墨藥星嘅出現啦，即係代表容易有一個事業提升嘅。所以只要把握機會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屬羊嘅你咧，事業
運方面嚟講都相當之唔錯㗎。喺財運方面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屬羊嘅你咧都相當之倉皇㗎。今年咧容易有一個貴人嘅出現啦，即係容易俾你好嘅貼士啦。所以無論喺正財或者橫財方面嚟講嘅話咧，都有啲唔錯嘅收穫㗎。由於有紅鸞星嘅出現啦，所以今年屬羊嘅朋友咧容易紅鸞星動嘅，尤其係對於未結婚嘅你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容易有喜事嘅降臨嘅。咁至於結咗婚或者有伴侶嘅屬羊嘅朋友咧，就要注意一個寡宿星嘅出現啦，因為咧對方咧會容易發脾氣啦，感情咧生活咧就會特別容易發生問題嘅。只要多啲忍讓，多啲溝通咧，應該先相安無事嘅。咁至於喺健康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因為有病符星嘅出現啦，所以今年屬羊嘅朋友咧容易有一個病痛嘅事情發生嘅，尤其要注意腸胃方面嘅問題啊。今年要特別注意呢個食物嘅衞生啦，如果唔係嘅話，就容易有呢個病痛嘅事情發生㗎啦喎。咁就建議咧，屬羊嘅朋友咧，就不妨喺今年嘅東方嘅位置咧，就放一個紅色嘅物件咧，就可以幫助催旺自己嘅喜慶事情嘅發生嘅喎。